各位早晨，歡迎在座嘅網上嘅弟兄姊妹朋友，我哋一齊有敬拜嘅時候，讓我哋咧喺敬拜嘅時候咧，我哋先去安靜我哋嘅心，讓我哋去跟去朝見神。聖人咁樣話：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天天傳揚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他在萬神之上，當受敬畏。請會眾起立。讓我一齊有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哋感謝你，俾我哋有生命氣息，可以同弟兄姊妹一齊去敬拜你，去稱頌你。主，我哋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你嘅名，因為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嘅讚美。我哋要每日都傳揚你嘅救恩，要喺萬民中述說你嘅奇事。主，求你將你嘅道去指教我哋，賜我哋信心，賜我哋力量，按照你嘅真理行，保守我哋嘅心，教導我哋學習體貼你嘅心意，讓你嘅名得着榮耀。主，求你都幫助我哋，今天嘅早上我哋都係可以專一嘅去敬拜你，專一嘅去聆聽你對我哋講嘅説話。咁啊，主，聽我哋祈禱，禱告奉主耶穌嘅聖名祈求，阿門。我請阿 Mina 姊妹帶領嘅領詩。大家好，今日嘅天氣陽光普照，好似提醒我哋今日返嚟崇拜天父，要存住喜悅嘅心。就讓我哋而家用雀躍嘅心，去一齊誠心敬拜，頌讚我哋嘅至高永生神。全心歡欣，屈膝敬拜，頌讚你永活神。誠心歡欣，屈膝敬拜，讚美你萬世君。無所不知真理運行，智慧遍布穹蒼。難料蹤跡不可測透，卻捨身救贖我，頌讚他永生神。
愛呢首詩歌。作者陳恩福牧師喺抗戰期間土島山區居住，只係教小學而唔再傳道，漸漸主日崇拜都失去咗機會。冇幾耐，佢覺得同神嘅距離好遠。一日，佢唱返自己喺神學院自己作嘅歌《主啊，我深愛你》，便覺得慚愧萬分。佢主前祈禱、認罪悔改，用眼淚寫成呢一首《主的妙愛》。當我哋喺呢一刻反思，我哋最近同神嘅距離有冇比之前拉得更遠呢？就讓我哋一齊唱《主的妙愛》。親愛的主，你今朝我回來，面臨你愛，使我心覺慚愧。像我這樣，你竟還幸愛我，主你愛真是令人愛戴。我雖曾說，主啊，我深愛你，誰曾自誇，我永不離開你。曾幾可惜，我有像你離棄，向你背約，使你傷心嘆息。主啊，你愛，奇妙你愛，長闊高深，真是令人難猜。雖然我差一度叫你常懷，但主你愛，卻又將我找回。但是主啊，你不因此灰心，你那妙愛，隨你將我找尋，直到尋見，懷抱我在你心，放我
今日所讀嘅經文呢，喺馬可福音8章31至到38節，係新約嘅馬可福音8章31至到38節。請聽細讀出第31節。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3天復活。耶穌明明地說這話，彼得就拉着他勸他。耶穌轉過來看着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凡在這淫亂罪惡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我哋今日好高興有基督教早恩堂嘅張牧師麥銘奇牧師喺當中去證道，佢所講嘅題目係門訓關你事。唔該，世界牧師。各位本來俾早恩堂嘅弟兄姊妹主內平安，先代表東一街早恩堂嘅弟兄姊妹咧送上祝福問候，亦都代表機構今日喺呢一個聖經書攤嗰處，你見到有環球聖經譯本嚟到作一個推介。咁作為呢個機構嘅西岸董事之一，我把握機會，希望能夠讓大家將呢一本5年前就新舊約全書都完全翻譯完成嘅最新譯本帶到大家當中。咁以一個特惠價平常每本係40蚊，而家係8折32蚊。咁有硬面啦，仲有咧係注釋本啊。如果你係喜歡用 Study Bible， 一邊讀神嘅説話，一邊有注腳，有個老師24小時可以指導你，幫助你明白神嘅説話。咁嗰啲一套4冊嘅注釋版聖經更加係大家唔能夠錯過噶啦。我哋傳統譯恩上加恩呢個約翰福音1章嘅經節呢，喺環譯本裏邊係譯做恩典接替恩典。咁如果你睇注釋本呢，你會睇到點解有咁嘅一個翻譯。傳統譯做在前嘅必在後，在後嘅必在前。呢個籠籠統統嘅前前後後，喺環譯本裏邊，在最前嘅必定在最後。用一個極端嘅手法去描寫基督徒一旦走漏眼，佢哋所行嘅嗰條道路絕對咧唔係喺上帝嗰番嘅心意裏頭。呢個正係好帶俾我哋喺呢個門訓嘅題目咧，一齊嚟到學習呢一個作主嘅門徒。要係我哋常常喺心裏邊記掛鞭策自己一件事。咁時間寶貴，希望咧用大概30分鐘時間啦，同大家嚟到去將馬可福音所講述嘅嗰個重點捉出嚟。有解經家話8章係一個槓桿嘅篇章。你知道槓桿原理，個支點同個施力點個抗力點彼此相對嘅位置，可以促成到底最後用力嗰個人係慳翻啲力啊，定係嘥咗啲力？馬可第8章正係對呢一個咁重要耶穌基督受苦嘅主題提供咗呢一個好重要嘅思想路向。我哋睇到喺16章嘅書卷裏邊，8章係中間嗰一章，亦都係耶穌第一次預言自己嘅受難受死。第二次喺9章，第3次喺第10章。睇翻馬可著書嘅嗰個重點，1/3有多，從第11到第16章咁長嘅篇幅，全部係集中喺耶穌受難週最後1個星期在世活着嘅日子。
咁重嘅筆墨放喺耶穌臨死前嗰一個禮拜，好明顯係想放大呢一個受苦僕人嗰個嘅身份，同馬太強調耶穌基督係王，1章1節，大衛之子、亞伯拉罕之子，耶穌基督嘅家譜如下，係好唔同嘅味道。馬太強調佢係君王，馬可強調佢係受苦嘅僕人。我哋熟悉嘅，但係頭先冇讀到嘅27節，當時耶穌話：人話我人子是誰啊？啲門徒就話：有人話你係施洗約翰，有人話你係以利亞，有人話你係先知裏邊嘅一位。彼得就話：你係基督。哇！當堂攞咗個大獎，但係嗰頭又俾撒旦推到我身後去。哇！呢一個反差，淨係俾我哋去學習做門徒嘅嗰個意義。不過呢個後話啦，容後先再說。但係起碼我哋留意得到門訓最重要係咩啊？真正認識主係邊個？主係唔係我嘅主？我人子是誰？彼得嘅認信冇錯，但係喺馬可嘅筆下，馬上31節就要將我哋嘅焦點從 who 擺咗落去 what is the expectation？ 到底人對耶穌有乜嘢期望？我哋對耶穌有冇期望？患病，我哋對主有冇期望？有。但係當人生發生太多無常嘅事情、無奈嘅事情，令到我哋感到無助嘅事情嘅時候，呢一切對主嘅期望，若然係放錯咗位置，呢啲嘅期望落差就會更難令我哋堅持走喺門訓嘅路途上邊。所以呢，耶穌急不及待澄清，我唔係好似你哋諗咁㗎。後文就有交代啦。其實呢個例子大家都會明嘅。如果我係做生意，我有盤大生意，咁我又揾我識得嘅親戚嚟到幫我手。我有幾個舅仔，全部都係會計師，叫佢哋嚟我公司幫手啦。咁呢啲舅仔知道個老闆係邊個啊？我姐夫咯。個 knowledge 係真嘅，係啱嘅，係正確嘅。但係個期望呢，未必一樣，係咪啊？如果佢期望，如果我老頂係我姐夫呢，我係咁易得㗎啦。我可以有風使盡嚟，我可以廿文廿武。你明我講緊咩啊？你對佢有正確嘅認識，同你對佢有正確嘅期望，可以係兩件事嚟㗎。所以仰望主，俾我哋有耐心，從經文去發掘點樣將呢個真理掌握。好啦，第9章第2次嘅預言設喺耶穌登山變像呢個場景裏邊。律法嘅代表摩西，先知嘅代表以利亞，同耶穌3個人喺山上面，仲有天上面嘅聲音話呢個係我嘅愛子。耶穌係神嗰個身份就突顯得再清楚不過啦。不過嗰頭你知道咗耶穌係神之後呢，嗰頭你睇翻下嗰啲門徒，你又發覺佢哋唔似樣嘅喎，因為佢哋喺度爭論緊誰為大。明唔明白？你認識耶穌，你知道佢係邊個，你所有嘅 knowledge 答案都係啱嘅，但係你仍然都係嗰撇，我唔好講嗰個字啦，係咪啊？總之呢，就係唔似樣咯。第10章第3次預言佢嘅受死，同樣拼埋喺同一章裏邊有我哋熟悉嘅少年嘅官，乜都知，細細個仲要守住添，係咪？咩誡命佢唔知，咩誡命佢守唔住啊？但係耶穌叫佢你變賣你嘅家財，呢個少年嘅官就悠悠愁愁地走啦。佢既唔知道主係邊個，佢亦都唔知道自己係邊個，一個 totally lost 嘅可憐人。但係又唔好鬧人鬧得咁爽，嗰啲嘅門徒都唔好得幾多㗎咋。同一個篇章裏邊，雅各同約翰，阿 Sir， 我哋可唔可以一個喺你左邊，一個喺你右邊啊？上一章就爭論誰為大，今次就直情講到出面，就係其他嗰啲你 ignore 佢啦。
我同阿 John 兩個，一個喺左，一個喺右，得唔得啊？耶穌就帶出非以役人，乃役於人呢一個嘅真理。幾時都係做門徒係要清楚認識主，但係更重要同時間係清楚認識自己作僕人嘅身份，作管家嘅身份，作神兒女嘅身份，作福音使者嘅身份等等。所以仰望神俾我哋喺呢條路上面有一種堅定啊！好，今日提綱裏邊有3個重要嘅字眼俾我哋學習。管理期望，期望有落差，容易做到我哋喺信仰上面行前一步就退後2步。所以我哋要管理好我哋嘅期望。第二，我哋要重設嗰個代價嘅標碼。究竟信耶穌要付啲咩代價？我以為我知，我以為我已經付緊。我哋再一齊學習嚟到去睇。第3點就係堅執永恆，用永恆嘅眼光尺度看待萬事萬物。當我哋能夠堅持呢3點，呢個世界再變得亂，再有更離譜嘅事情發生，我哋仍然喺作主忠心門徒嘅嗰條路上邊邁步向前。好啦，經文係咁樣開始啦。耶穌教導佢哋話：人子必須受好多嘅苦，係咪？坦坦白白咁講。耶穌再唔用比喻啦，依家係緊要關頭，佢就嚟上十字架，所以佢要1:10清清楚楚交代，灌輸正確嘅觀念俾啲門徒。一提到人子，呢啲熟悉舊約聖經嘅門徒，自不然就會想起但以理書第7章嗰度講，有一位像人子的在天上嘅雲中來臨，被引到萬古常存者面前，佢得咗統治權、榮耀、王國，所有民族、國家同說各種語言嘅人都侍奉佢，佢嘅統治權是永遠的。哇，幾有 power， 幾有身份啊，幾有權能，幾有榮耀。喺佢哋嗰種一知半解嘅理解底下，佢哋視呢一個人子係一個滿有權能、掌權，可以隨時去傾覆羅馬帝國政權嘅咁樣一個軍事人物。耶穌話：我唔係以軍事嘅權力去壓倒一切，反而佢係以佢自己嘅性命為世人贖罪，將救恩帶到呢個世界。所以必須要平衡但以理書嘅觀點，係用以賽亞書53章受苦僕人嘅觀點。他被藐視，遭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病患。耶穌希望佢哋一班嘅門徒明白，人子必須受苦，十字架必須擔當。咁當然有人唔接受耶穌啦。經文裏面就話，長老、祭司長、經學家就將耶穌棄絕啦，即係唔承認耶穌嘅王權。呢一幕喺耶穌受審嘅時候就已經係表露無遺啦。呢個人唔係猶太人嘅王啊，佢話自己係猶太人嘅王啫，佢唔係我哋嘅王。但係在作門徒呢一個方向嚟睇嘅時候，當有公然藐視耶穌基督，唔承認佢嘅主權發生喺耶穌身上嘅時候，佢啲做學生，你同我作門徒嘅，我哋都唔好大吃一驚。路加福音6章40節話：每個學生超過老師，每個學成嘅人都會像他老師一樣。我哋能以與基督同受苦作為我哋嘅榮耀，係聖經裏邊俾我哋好大嘅一番提醒。提摩太後書3章12節話：其實所有立志喺基督裏邊過敬虔生活嘅人都會受到迫害。一年過去，一年又嚟，越嚟越接近主翻嚟嘅日子。喺主翻嚟嘅日子更近嘅時候，我哋對受苦、受逼迫、為信仰擺上一切，為宣告好消息而遭受到迫害呢一個咁嘅事實，我哋會有幾多真係放喺我哋嘅生活當中？
耶穌跟住落嚟嗰一幕就精彩啦，同彼得兩個人之間師徒有一番嘅互罵。頭先我哋用和合本讀咧，就彼得只係拉耶穌一邊勸佢啫。但係如果我哋睇環球譯本咧，我哋就發覺譯文將原來希伯來文嘅嗰個字搬咗出嚟，彼得將佢拉到一邊開始責備耶穌，然之後耶穌轉過身嚟望住門徒，公開嘅嚟到去講責備彼得。呢一個刻意嘅文學安排係非常嘅重要。一般嚟講係有權柄嘅人可以去責備在下位嘅人，係咪？所以耶穌責備彼得，冇人會有質疑。但係彼得憑乜嘢責備耶穌？彼得嘅權從何而來？當我哋聽到耶穌稍後就責備佢，撒旦退到我身後去，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喺嗰個 moment， 彼得喺不知不覺底下被魔鬼嚟到去利用咗都唔定，成為咗一個勸阻基督不上十架咁樣嘅一條神所唔喜悅嘅罪。講到底，始終都係邊個係主人，邊個係 master。呢個私下拉到一邊，亦都係有意思嘅。其實係試探，將耶穌拉到一邊係俾一個下台階佢，你唔使公開咁好瘀啫，係咪？你私底下你即總之就係話我唔去啦，我唔去啦，唔去啦，咁咪算咯，係咪？側側膊冇人話你噶啦。彼得喺不知情當中做咗一個方便耶穌揾下台階嘅一個配合。如果耶穌中咗呢招嘅話呢，咁佢就冇辦法去履行上帝救贖嘅旨意。但係感謝主，耶穌絕對唔會背棄父神喺佢生命當中嘅旨意，為着以正視聽，俾所有人都知道十架係必須背喺自己嘅身上，咁佢就公開嚟到作呢一個嘅自辯。我想大家再留意多一下，就係魔鬼引誘耶穌3次嗰個故事，大家都熟悉㗎啦。其中有一次就帶到佢喺高山上面，叫佢下跪下拜，係咪？然之後所有呢啲榮華都係你唔需要死上十字架咁辛苦，呢啲 glory 冚唪唥都係你㗎。從 day one 開始，魔鬼就唔想耶穌走上十字架。喺3個試探裏邊，佢嘗試去將呢一種唔使犧牲就已經得着榮耀擺喺耶穌面前。當時耶穌勝過。路加點記載啊？自此魔鬼等候機會再翻去嚟到去試探耶穌，等候嘅就係呢一個機會，藉住彼得傻傻地懵懵地以為 with all the good intention， 咁我就勸耶穌唔好去死啦，仲俾埋個下台階佢添啦，等佢唔使面懵懵啦，唔使冇面子啦，係咪？耶穌話唔係，耶穌堅決唔走捷徑。今日你同我都要學習背十字架，跟隨主，唔走捷徑。喺讀經、祈禱、侍奉、為福音嚟到去擺上嘅時間裏頭，每一處每一個動作都係全力以赴。好簡單咁嚟講，我哋作門訓，我哋要學習嘅就係認清受苦嘅事實，唔好俾呢個受苦嚇到我哋。第二就係接納呢個不符嘅事實。當有啲嘢咩話咁嘅，聖經唔係講豐盛的生命嘅咩？點解要捱打嘅？點解要捱窮嘅？點解要捱鬧嘅？點解要捱唔停嘅？咁叫豐盛嘅生命咩？當現實出現太多呢啲嘅事情，我嘅健康又唔得，我讀書嗰條路又唔順，我工作又俾人連炒幾鋪，然之後我嘅婚姻又失敗，總之數嚟數去好嘅嘢就有人哋份就冇我份。如果
耶穌應許俾我哋嘅豐盛嘅生命，同我實質生活所碰到面對嘅截然不同。我點樣去調整自己？點樣用永恆嘅眼光去幫助自己重新掌握目前所經歷嘅呢一切？咁所以鼓勵大家啦，希望你唔會因為呢啲嘅事實不符，呢啲嘅受苦經歷就後退。我曾經有朋友因為祈禱為爸爸得救祈禱而爸爸冇信主就死咗啦。咁呢個本嚟信主嘅朋友後嚟都唔信主啦。佢對神非常嘅唔 like， 佢覺得神唔公平，點解唔俾爸爸一個機會就將爸爸嘅生命嚟到去攞走？每個人都有好多對神有嘅期望，但係呢啲嘅期望一旦落空嘅時候，我哋用乜嘢去撐住自己？從經文裏邊話俾我哋聽，必須要按神所俾我哋嘅嗰個知識，而唔係我哋自己一廂情願所諗嘅。然之後按永恆嘅角度嚟到去作一個判別。好，代價嗰一筆唔係淨係12個門徒要付，耶穌邀請群眾同門徒都過嚟。耶穌冇話而家唔關你哋事啊，你哋呢啲鹹雜人等走啦，我淨係對12個門徒講，唔係。耶穌係要刻意話俾人聽，佢以下講嘅嘢，所有人都要作出選擇，所有人都要決定係唔係捨己背十字架跟隨主。呢啲係咩意思呢？捨己係同自己撇清關係。你好似當你同人去撇清關係嘅時候，你就唔再同佢有來往，唔再有瓜葛，就好似當自己蒸發咗一樣，完全唔再喺呢個上邊揾到自己嘅足跡。人好樂意嘅嚟到去體貼自己，滿足自己，唔使人講嘅，係咪？凍啊，即刻閂翻個窗先。當你打乞嗤，當你流鼻水，唔使人講，你自己就會閂嗰個窗，開咗個暖氣，好自然你會做所有嘅嘢，令到自己舒服啲。但係作門徒，我哋卻係要調翻轉頭去諗，讓自己太舒服，並唔係作門徒一條嘅正確進路。喺5年裏邊有好多嘅轉播，係咪？我哋轉播嘅時候唔使着得太四正，食住多士，飲住咖啡都可以嚟到敬拜，所以跟隨耶穌咧可以好舒服嘅咁。其實耶穌嘅用意唔係話俾我哋聽，呢啲咁樣行為嘅，或者係嗰種律法主義嘅，唔係。最重要嘅係我哋幾時都睇重同主有個親密嘅關係，比睇重其他嘢更深。耶穌喺客西馬尼園嘅禱告，固然唔想飲呢個苦杯，但係佢點祈禱啊？若然父嘅旨意係要我去飲呢個苦杯，讓你嘅旨意嚟到去成就。作門徒就係咁，真正認識我哋嘅神，真正認識自己扮演緊咩角色。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唔係攞苦離身，背十字架更加唔係去督促人，你有冇背？你有冇背？我哋有陣時做基督徒做得耐呢，我哋會好容易就跌咗落一個陷阱，睇人衣着啱唔啱啊，談吐舉止啱唔啱啊。我哋對人有好多嘅要求，但係作門訓嘅嗰個思想係話俾我哋聽，只係將呢啲要求放喺自己身上。主對我有咩要求？主對我點樣去管理我嘅時間？點樣去教養我嘅兒女？點樣去回應呢個社會嘅需要？點樣面對呢一個失落嘅世代？點樣喺一份好要求好高，老闆又唔容易討好嘅一份工作上邊，繼續做一個忠心侍奉主、忠於自己職分嘅一個僱員等等。我中意加拉太書6章呢度所講，保羅用嗰番説話就係：對我嚟講，個世界已經唔喺度啦，個世界釘咗喺十字架。對世界嚟講，我都唔喺度啦，
我被釘咗去十字架啦。我嘅世界同呢一個罪惡嘅世界，兩者係唔會再重疊埋喺一齊。我相信呢一個背起他的十字架，就係要俾我哋學習，我哋唔再喺世界嘅嗰種潮流思想衝擊、試探、引誘裏邊，而係得到自由、得到釋放。從神賜俾我哋嘅真理，引導我哋嘅腳繼續前面行嘅每一步。路加9章嘅版本仲係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更係強調呢種係委身，24小時一個禮拜7日，時時刻刻嘅委身。來跟隨我，話俾我哋聽，作門徒嘅標記唔係你能夠提供一個標準答案。耶穌係邊個啊？你是基督，係咪標準答案啊？贏晒啦 A 加啦，係咪？但係門徒嘅標記唔係在於你提供一個答案，門徒嘅標記係你活出凡事效法主嘅一生。你點樣去睇？有價值冇價值，按主嘅心意，咁樣花時間喺呢個人身上，咁樣花時間喺呢啲事情身上，咁樣一次又一次，值得定係唔值得？個答案唔係喺你同我嘅判斷嗰處，係從主嘅眼光嚟到去睇。仰望主，我學作門徒最深嘅一個印象，唔係從一個神學老師身上學，唔係從教會嘅牧者。縱然我有好好嘅牧者、好好嘅老師，不然嘅話唔會有今天嘅我。但係喺我作門徒最有力繼續向前行，無論有遇到幾多嘅嗰啲衝擊，或者係現實與親自嘅體會唔同嘅時候，我學得最深刻嘅，從一位叫阿龍嘅弟兄。25歲嘅時候，當時我係啱啱回流翻香港，喺美國生活咗15年，2005年回流翻香港，亂打亂撞之間就認識咗阿龍。阿龍因為太細個就吸毒，吸到自己 short 地，吸到自己身體嘅機能腎衰竭，成日要去廁所。對佢嚟講，呢啲已經不能夠逆轉。向佢傳福音，你以為佢會唔會信呢？咁不過反正佢都人嚟到教會啦，就邀請啦。佢信咗主喎，但係信咗主對佢嚟講嘅生活冇改善。佢做得最長嗰份工都係喺茶餐廳送外賣嘅啫。我有陣時諗，如果我係佢，我會點呢？我而家就好爽啊！我可以話俾人聽，我有博士都唔讀啊，我去讀神學啊！我而家可以話俾人聽，我侍奉主啊，侍奉咗幾多年啊！如果我係佢呢，書又讀唔成，路又行歪咗，跟住仲搞到自己一身蟻，身體嘅機能全部失晒，搞到而家咁先嚟信耶穌，改變唔到幾多嘢㗎。你唔會因為咁樣信耶穌有份好工，你唔會因為咁樣信耶穌有個好嘅身體。但係阿龍卻係因為信耶穌得着盼望，佢能夠有一個我嘅世界唔係淨係呢個世界，我嘅世界係神俾我有新生命、有永活盼望嗰個世界。所以佢唔理有外賣咪送咯，賺得幾蚊咪幾蚊咯。經常嚟揾我去飲茶，牧師請你食嘢，係最慷慨嘅一個弟兄。有比佢揾更多錢嘅弟兄都冇揾我食飯。但係阿龍呢，我又出咗糧啦，去食嘢啦。你中唔中意食西多啊？喺阿龍身上，我學習到作主嘅門徒唔係佢叻，唔係佢巴閉，唔係佢好掂，唔係佢可以擺出個榜樣出嚟去令人甘拜下風啊，望塵莫及咁樣，唔係，而係佢喺佢最有限裏邊，仍然堅持主係永活嘅真神，佢帶俾我生命唯一嗰個永恆嘅盼望。淨係咁生命之寶貴，所以耶穌乾脆就唔弄第啲嘢啦。你認為唔抵咩？認為唔值咩？無論誰保存自己性命會喪失生命，為我為福音緣故喪失就要保存。耶穌想說服每一個人，呢三個要求係公平嘅，係合理嘅。原因係乜嘢？
無論邊個你男啊女老啊少，讀書多讀書少，有錢冇錢，如果你係靠自己，個結果都一樣，失敗告終。但係如果你係靠神，個結果又係都一樣，唔會因為你讀少咗書，你就少咗從神嗰處得恩惠嘅機會。阿龍就係一個例子，佢少咗讀書，佢少咗健康，佢比常人少咗好多好多好多，但係佢仍然站出嚟嘅時候係以一個王者嘅身份，因為佢嘅身份唔係從世界社會賦予俾佢，佢嘅身份係從創造佢嘅主賜佢生命嘅主嗰度而嚟。今日你同我都有呢個身份，但係我哋卻係被世界誘惑我哋。我成日都覺得有位美國嘅牧師Tony Campolo 牧師我叫佢金波羅牧師。佢講過寫過一本書Who Switched the Price Tag？ 邊個換咗嗰個價碼？佢打個比喻就話魔鬼有一日入咗間百貨公司，將嗰啲價錢條碼咧冚唪唥調轉晒，最貴嗰啲佢就掛個2蚊嘅牌，最平嗰啲佢就加個20萬落去。嗰啲傻下唔知嘅咧就係哇20萬呢樣嘢好正啊，買！你同我就喺呢個傻下嘅世界裏邊，以為呢啲正啊、值錢啊、有價值啊，冇咗條命我都要佢攬住佢唔肯放啊！我哋跌晒落去魔鬼所設嘅陷阱裏邊。如果我哋用永恆嘅眼光去睇，就係將一杯水俾一個小子，呢個行動喺神眼中極為寶貴，能夠幫助地上一個罪人悔改，成個天庭都要開 party。呢啲嘅價值，呢個世界話你中意信就信啦，你揾自己品啫，阿 Q 精神。但係喺神嘅國度裏邊，佢係話俾我哋聽，神就係要我哋咁樣為佢而活。所以神唔係要我哋個個都殉道，神唔係要我哋個個都唔睇重條命，神乃係要我哋明白肉體嘅呢一 part 總有佢失去虛學，但係神賜俾我哋新嘅生命，永恆嘅生命，卻係叫我哋因信基督靈魂永遠得救。我哋喺主嘅面前，將來更要得着生命嘅冠冕、榮耀嘅冠冕、公義嘅冠冕、不能朽壞嘅冠冕。如果你唔稀罕，但係你又話自己係基督徒，咁我就有啲奇奇怪怪啦。但願我哋個個人都樂意並且渴慕去得着呢種種嘅冠冕加喺我哋嘅頭上。所以鼓勵你啦，鼓勵你身邊嘅朋友啦，弟兄姊妹啦，一齊喺2026年重新去反思，並且立志踏上作主門徒呢條路。有時間團契，有時間開小組，我哋就多朝住呢個方向，用生命影響生命，更多認識主，更多認識主嘅權能，佢嘅忍耐，佢廣闊無邊嘅大愛，亦都更識認識自己嘅不配，自己嘅自義，自己嗰種嘅自視過高。當我哋都彼此行喺呢一條互相鞭策，彼此問責，喺聖靈裏邊得恩典，喺真理裏邊得自由，咁教會綻發嘅嗰個光芒，更要照到去整個社區。然之後神所應許嘅，我哋要成為得勝有餘嘅人 ，more than conquerors。喺羅馬書寫出呢一個金句出嚟咧，係好有意思嘅。羅馬政權所向披靡，打到邊就贏到邊。但係保羅卻係話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你以為羅馬政權就可以征服咩 ？No， 神嘅愛征服一切。你得着上帝嘅愛喺你生命裏邊嗰種嘅陶造建立。你必然要為主大大嘅發光。
所以嚟到最後第三點，堅執永恆嚇。一個人賺得全世界賠上生命有乜好處呢？人還能什麼換自己生命呢？我哋成日都以為呢兩節經文係傳福音嘅時候，佈道會決志啦，舉手咁。其實呢節嘅經文係對作門徒嘅人講，係要作門徒嘅人去思想代價。如果你認為3個要求太過苛刻啦 ，wait a minute， 你睇下有條命同冇條命嘅分別，一個天一個地。你得着嘅若然唔係神所賜永恆嘅生命，無盡嘅嗰種自由釋放嘅光彩，仲有乜嘢可以同佢相比呢？所以要作出選擇嘅人，嗱，話咗俾你聽啦，心中有數。當你認為要求過分咩？你再睇一睇，實在係無言以對。你會攞乜嘢嚟到去同神所賜永恆嘅生命作交換呢？冇可能。要知道喺呢個不忠罪惡嘅世代，無論誰以我嘅道為恥，我帶住父嘅榮耀眾天使來臨嘅時候呢，亦都會以佢為恥。呢個係最後嚴肅嘅一番警告，並且設嘅場景係我同你都好熟悉，喺第一世紀更加係大家所熟悉嘅一種榮辱嘅文化。所有人好明白喺榮辱驅使底下，令到我哋做啲乜？我哋成日都聽上一代講，唔好陀衰家啊，唔好影衰我啊，係咪？即係唔想丟自己屋企人架啊！呢啲榮辱嘅文化，我哋都明。保羅喺呢個場景底下，同樣用一啲我哋聽得明嘅概念，引導我哋嘅思想，希望我哋人人都樂意有一日主稱讚我哋，以我哋為榮作佢嘅門徒，而唔係以我哋為恥，作好多人嘅鼓勵。大家都睇到以前嘅彼得幾咁嘅唔似樣，但係喺主嘅恩典陶造底下，佢成為合乎主用嘅器皿。通通其他嘅信徒都一樣，嗰啲使徒佢哋匿埋鎖埋自己喺個房間裏邊唔敢出嚟，係咪？面對呢一個都唔知幾時會殺到埋身嘅時候，但係主卻係一而再再而三，俾佢哋喺主復活之後向佢哋顯現，聖靈進入到佢哋生命裏邊，開佢哋嘅眼睛，終於令到佢哋明白付代價係一回咩事，點樣先至為之忠心，為主擺上一切。但願你同我都學習喺呢一條人生嘅路當中，離開主翻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啦。當呢個世界越嚟越唔似樣嘅時候，就更加認定唯一嘅盼望係喺神嗰度。當總統都可以唔似樣成咁，當領袖都可以唔似樣成咁嘅，當教會都可以唔似樣成咁嘅，我哋唯一嘅盼望喺耶穌嗰度。千祈唔好因為期望落差我哋灰心，千祈唔好因為領袖牧師唔似樣我哋灰心。我成日打個比喻，你買橙你都揀個好㗎啦，點解你睇基督徒你揀個衰嘅呢？係唔好俾嗰啲壞嘅榜樣影響我哋。我哋忠心喺主面前，因為佢幾時嗰份愛都係忠誠。我係唔配 ，I am always unworthy, but I am not worthless。阿龍明白呢個道理。如果今日你帶住呢一個信念翻去 ，We are always unworthy, but we are not worthless。我哋就帶住主俾我哋呢個生命嘅禮物，繼續喺人生嘅路上面去見證，唔係我得，係我個神得，唔係我知，係佢俾我知更多。我所識，我所做嘅就係堅信到底，神必拯救又拯救到底。我哋一齊祈禱，主，有望你帶領我哋喺作門徒需要多加思索嘅時候，我哋唔單止自己樂意安靜等候聖靈差遣幫助，我哋亦都連結成群，同弟兄姊妹一齊邁步前行。多謝你賜俾我哋 PG 呢個好開心快樂嘅屬靈大家庭，讓我哋喺你自己嘅牧者帶領牧養底下，
我哋繼續嘅朝住主喜悅嘅心意，步步向前向上攀行。聽我哋祈禱，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因為透過奉獻去回應上帝嘅愛，都係可以用網上嘅或者係將奉獻拎到前邊嘅奉獻箱，我哋一齊為到奉獻有一個祈禱。七天父，多謝你，你俾我哋有好寶貴身份，佢都係幫助我哋，讓我哋去認真嘅去跟隨你，讓我哋要去做呢個門徒，讓我哋嘅盼望都係在乎你，幫助我哋透過我哋去影響我哋身邊嘅人，讓我哋一齊可以得嘗主恩嘅滋味。到你嘅祝福，主感謝聽我哋嘅禱，都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會眾請起立，我哋唱三分鐘。讚美真實萬福之間，地上生靈當讚主人，天上讓我哋同心禱告。主耶穌，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今日俾我哋嘅教導，透過你嘅僕人，透過你嘅話語，再一次將我哋被呼召成為主你嘅門徒。主，我哋感恩上帝，你俾我哋活生生嘅好多個見證人，所有嘅門徒，所有歷代嘅跟隨你嘅人。主，我哋都係不配，但係我哋卻係喺你嘅眼中係咪寶貴？教我哋點樣嘅喺每一日嘅生活當中，我哋能夠回應上帝你嘅呼召，我哋能夠可以學習點樣個可以放低自己，點樣個一生去跟隨你，點樣可以去為你而活，點樣可以睇重上帝你嘅國度。主要讓我哋一生去學習，有一生去跟隨，有一生嘅喺當中去侍奉你。主，我哋多謝你嘅恩典，我哋求你繼續使用我哋每一位嘅生命，使用我哋整體嘅教會，能夠可以去成為你嘅榮耀，將人帶到你嘅跟前。亦都再一次為到牧師你嘅僕人去交託俾主你，求你繼續祝福佢嘅服侍、佢嘅家庭、佢嘅牧養、佢嘅身體，繼續去大大嘅被你使用。主啊，我哋又求你看顧我哋眾弟兄姊妹，知道繼續 Shara 姊妹繼續去接受嘅化療，我哋去仰望你。亦都為到周石祖弟兄，佢都係等待緊去做佢鎖骨斷裂嗰個手術，我哋求你都係眷顧，讓佢可以盡快可以做到手術，並且可以康復。我哋都知道有啲嘅肢體嚟緊嘅時候都要去做唔同身體嘅檢查，或者係等候緊報告嘅。我哋求你都保守佢哋，讓佢哋每一個時刻都緊緊嘅去倚靠主你自己。我哋都為到Louis、Eric 佢哋嘅爸爸，知道佢琴日都係翻咗去天父嗰度當中。我哋亦都為到佢哋每一個家人去禱告，求你嘅安慰臨到佢哋，亦都俾佢哋一個永恆嘅盼望同信心，以至到佢哋可以去得着一個不灰心、不喪志嘅呢一個嘅安慰。主，我哋求你臨在喺佢哋嘅家庭當中。主，我哋亦都為到我哋一息間，我哋有嘅會友大會，讓我哋能夠抱住呢一份嘅愛，呢一份嘅關懷，呢一個謙卑嘅心，我哋一齊嘅去關心，亦都一齊嘅去決策教會嘅事情。我哋求你祝福同埋引導。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大家請坐。再一次代表教會好多謝麥牧師剛才嘅分享，係都係咧3堂嘅信息，俾我哋好寶貴嘅話語，係都盼望咧求神繼續祝福你，係有美好嘅侍奉。咁亦都好多謝咧，今日有佢嘅書攤啦，阿 Circle 弟兄咧，佢幫我哋去帶咗好多嘅書嚟到嘅當中，亦都歡迎阿 Circle 同我哋一齊去敬拜，就係3堂嘅敬拜嚇。
咁大家頭先都係講咗啦，咁我哋會出到去嘅時候，見到好似兩個嘅價錢咁，所以你見到第一個價錢嘅時候咧，唔好俾佢嚇親。咦，98蚊一本聖經咁，98蚊咧係4本嘅注釋版嚟㗎啦，咁所以攞晒4冊咁有注釋嘅。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提過，你有優惠啦，32蚊，咁所以鼓勵大家咧可以出到去嘅時候咧，可以去購買呢一本咁好嘅聖經嘅譯本，幫助我哋了解聖經。咁今朝早堂嘅時候，阿牧師講過嘅，即係佢好豪氣咁講，佢話錢唔係問題。如果你冇帶錢嘅時候寫低個名咁就得啦，五堂冇講啦，所以我代佢講。咁如果你真係唔夠錢嘅帶翻嚟嘅，唔緊要，你寫低個名咧，咁你先攞走咗個聖經先，咁我哋咧會幫你再收集翻嗰啲錢咧，再去交翻俾佢哋嘅同工，好唔好啊？咁我哋請大家咧可以去到購買啦。咁我哋咧一息間就即刻開我哋嘅會友大會㗎啦，咁所以請參加會友大會嘅會友咧，可以即刻就落到去下邊啦，我哋嘅 fellowship hall 嗰度咧就預備咗即係簡便嘅午餐嗰啲嘅三文治，咁你食完咧，咁你就可以盡快上翻嚟。咁我哋希望用15-20分鐘，我哋食完之後咧就上翻嚟呢一度咧，我哋喺正堂呢度開會嘅。咁你記住上嚟嘅時候咧，去登記翻你嗰個名，或者喺你嗰個名字隔離咧去簽到翻，咁就知道咧我哋有幾多個會友出席呢一個嘅會議㗎啦，好嘛？咁所以請大家咧一齊過去參與同埋合作啦。咁亦都提過啦，所有嗰個內容啊或者嘅文獻咧，大家咧可以喺出面可以攞得到嘅。咁喺4月4號嘅時候咧，有 Kids Cup 嘅復活節嘅慶祝活動啦。咁我哋咧歡迎弟兄姊妹咧有適合嘅子女或者係嘅孫仔孫女或者其他嘅朋友咧可以參加嘅。咁你聯絡嘅或者想報名嘅咧，就可以同阿 Pastor Wolf 去聯絡啦。咁夏令營嗰度咧，或者我哋遲少嘅再多啲嘅去報告啦，好冇？好，我哋一齊起立，我哋唱差遣頌。大家。